请安静咱的心，先将手机仔关机，进入咱今早起的礼拜。
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歌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时，咱来吟圣诗，圣诗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请起立。用许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要倒人来受苦，变是地死，埋葬为父。第三日伫上中出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父，公共的化会，圣道的相逢，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
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接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记你，求你毋通受气挂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一声，着信靠上主。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愿要学了敬拜你，上帝啊，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拢是你所建立。你是公义、公平、慈爱、信实的上帝。我一生要学了你，我活地时拢要唱歌学了你。主啊，阮也要恳求你监察我的内心，看阮内面有啥物歹事行无。因为阮诚做基督徒，却无基督的香味。你的话，阮有听，但是做袂出来。就好亲像甲别人甲阮讲的话，我甲伊当作礼物去送人，造成人甲人之间的误解。阮实在是教会的制作者，求主赦免我，求圣神光照阮，知影家己的过失，扶持阮，做一个互人和平的人。今日会中要办理2位执事的补选，求主掌权，顺利来完成。这时嘛，安静阮的心，听牧师分享真理的话，恳求圣神甲牧师同在。阮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共听上帝的话。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仁爱。这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以及纯真的心产生的。撒母耳记下卷第6章21到22节，大比甲米卡讲：这是伫耶和华的面前，已经我搬过你的老爸甲伊的全家，设立我做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要伫耶和华的面前跳舞，我要比遮个搁较粗俗，家己看做卑贱。你所讲的遐个女婢，我要受因尊重。和合本的修订本，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撒母耳记下第6章21到22节。21节，大卫对米甲说：“
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耶和华已拣选我，在你父和你父的全家之上，立我做耶和华百姓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低贱。至于你所说的那些使女，她们反而尊重我。以上愿上帝话刻掉伫咱的心。学老，咱请青少年团体来学老，因要献的诗歌是踮伫你内面。歌声诚侪澎湃的济，献互上帝。这是咱的请牧师正道，伊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单纯的心。大家这平安，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伫你生的主里，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厝你的殿院。主，我要透过领受主你的话，也搁一摆来深深知影，阮着怎样来用心来听主你。愿你的神也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用一个单纯的心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阮逐人，互阮伫逐所在，不管是伫咧阮的工作、阮的家庭、阮甲人的处事等等，拢会通用到一个真单纯的心、听主的心来做逐项的代志。互主你的名以阮所活出迄个下伫主你所欢喜迄款安尼的心就来互你的名得到荣光。愿你施恩祝福伫阮所有众人顶面。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
咱伫顶礼拜2礼拜前，咱有即个改选中级吼。伫迄个时阵，咱有讲到咱着应该用着即个用心来体会上帝的竞选。我相信伫咧咱顶一遍的即个中级的即个选举过程应该会通好，互咱有一个真深刻的迄款的安尼的体会。咱兼有用着安尼用心来体会上帝的竞选，是照着咱家己的血气来参与伫咧即个中级的选举。今仔日咱犹原要伫咧即个礼拜中间，也要因为咱顶回安尼还佫有安尼迄个下一任的即个职事，还佫有不作业的部分，咱要来进行即个补选。期待咱会通真正会通用心来体会上帝的心意。毋是啥物人甲你讲，就应该选啥物人，乃是照着上帝伫咱的心中的迄款的感动伊来，互咱知影讲，咱就应该来安尼选择啥物人适合伫上帝所要竞选的，佫会通来帮助教会的即个广阔互咱的教会会通佫较兴旺。因为主要所讲，我是安尼好的牧者，我明白我家己的羊，我家己的羊嘛捌我。伊佫讲，伊讲安那？伊讲伊带家己的羊出来的时阵，行伫羊的头前，羊就对伊，因为认得伊的声。所以求主帮助咱真正，既然咱讲咱是属伫主的，咱是主的羊，咱应该有法度来去了解着上帝的心意才对。所以咱就应该用心来去听探，去认得咱的主的声音。求主帮助咱。用着用心这是一个安尼会通讲，咱要安怎来去，咱讲去迄落去判断咱兼有用心。用心是一个真学伫定义的真学伫安尼讲去准则的一个即个词。无共的人对用心有无共款的定义，甲着迄个标准。上帝伊对即个用心佫较是伫咧咱的即个圣经内面有侪所在，拢有安尼迄个记载。期待咱会通安尼真正来去体会主的心意。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内面，伊讲着讲，即个命令的目的是要得到忍耐。即个忍耐是对清气的心、清白的良心，甲着纯真的信产生的。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即个经文内面，通互咱得到一个减有用心的一个标准。伫咧华语内面，伊讲安那？讲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以上帝对咱所有的命令，咱会通看见，就是只有一个，迄就是啥？就是听。这也就是咱今仔日咱不管咱伫咧安尼伫遐咧告别咱的信仰也好，是用着主耶稣伊所交代、所对咱的迄个新的命令共款，咱拢共款，拢只有一个命令。就是耶稣伊讲的迄个上大的诫命，就是听上帝。甲着第二个命令就是听人亲像家己。耶稣互咱的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咱爱安尼迄个彼此相听。可见即个听是上帝对咱所有命令的一个总结。所以也会通讲规个基督教的规个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咱若是干那要用一个字来表达，迄个字是啥物字？人袂晓回应。迄就是咱的信仰。咱的信仰只有干那一个字，就是听。就是爱。这是规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咱讲总结，就只有一个字：爱。咱对面顶，咱听上帝。对咱的安尼周围的人，咱听咱的厝边，咱的
所有遮个人。所以咱会通，咱应该怎样来遵行即个听的即个命令？伫咧即个经段内面，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甲咱讲爱用着安那，迄个清洁的心，吼，若是迄个台语讲叫清气的心，甲着清白的良心，甲着纯真的信心，吼。伫咧即个所在咱若用着安尼，咱就通达成。即三个层面反映来成做咱即个是毋是真正有用心来伫遐来听咱的主的一个方法？咱也通用到即个来判断，咱敢有真正来听上帝的教诲。当咱有伫咧对上帝来迄款安尼信心的时阵，咱的行为自然会安怎？咱会开始改变。若是咱会看见，咱若讲会看到安尼一寡安尼。咱时常在做的代志，较着咱改变的迄个性命无相合的时阵，这就是保罗伫遐伊对咱所讲的迄个清白的良心。当咱的行为甲着咱家己的即个新的性命、新的身份渐渐来伫遐相合的时阵，咱的良心自然就袂互咱至到见效，伊袂阁来伫遐来控告咱。咱也就真清楚来咱家己已经安尼得到饶赦，也是讲被重新来伫遐来建立被接纳。所以安尼，咱迄个所有咱过去也讲咱过去迄个旧的人，也安尼就渐渐就成做迄个过去，咱成做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时阵，咱也开始要成做迄个会通互上帝听，伫咱的心上来伫遐来流通的一个器皿。就亲像保罗伫咧罗马书第5章内面所讲的，伊讲因为上帝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迄个圣神，将伊的听来灌入伫咧咱的心。上帝的听毋若伫遐拍动咱。佮要透过咱所发出的咱头仔咧讲的这三粒的心，来拍动咱周围的每一个人。迄个清气的心，来讲清洁的心，伊的原意是啥物货？伊的原意就是OK， 吼，就是迄个纯洁的心。圣经内面有几位的所在来提起着讲安那？伊讲迄个清气的心，代表伫遐来祈祷。伊安怎讲？伊讲上帝上帝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阁忠诚的心灵。代表伫咧上帝伫遐来祈求。一个会通讲清气的心，为着是要成做安尼迄个咱讲忠诚、坚定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灵。彼得伊嘛安尼讲，伊讲伊讲恁已经对顺坦真理来洁净家己，有纯真的手足之情，就着用清气的心对心底热切伫遐来相听。所以咱就通看见迄个清气的心，甲着迄咱讲纯洁的心，到底伊是咧讲啥物货？佮咱着怎样来安尼回应？你着认为讲迄个清气的心会通互迄个听安怎，诚做无虚假那个爱是没有虚假的。所以咱安尼的时阵，咱要搁一摆来想。安尼啥物货是一个叫做无愧的良心？迄个无愧的良心到底是啥物货？保罗伫遐咧，伊对伫迄个讲无愧的良心，也是讲迄个清白的迄个良心，伊伫迄个所在伊有安尼的说明。伫咧希腊文内面，即个讲无愧的良心内面所咧记的是啥？美好的、美好的、有路用的。是高贵的，是勇敢的，这是规个即个无愧的，或是说清白的
即个伊的原文咧所咧形容即个良心伊的原本的意思。伫咧咱的现代中文译本内面，圣经伊的翻译是讲叫做清白的良知啊，清白的良知。遮尔啊多的即个形容词内面，拢伫遐共同指出，即个良心是安那？是一个无通责备的迄个良心。保罗伫迄个所在认为讲，迄个良心非常的重要，所以伊伫遐，伊伫咧即个提摩太前书第1章的19节，伊佫另外讲着，伊讲啊啦，伊讲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那伫咱的和合本诶，即个修订本内面，伊的翻译是讲叫做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在信仰上触了礁。那是伫咧台语诶，即个汉语本内面，伊讲你着持守信心甲清白的良心。有一寡人放弃良心，直到信心亲像船安怎？搁浅搁浅就要搁浅。因安那触礁，讲咱的良心被触礁了，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若有一个人，伊的心甲着伊的行为，拢是正直无通嫌的，安尼即个人伊的名声，如果若无依顾，来遭受着批评，嘛袂至到见效。反倒人若是失去良心，会安怎？就会亲像即个船安尼触了礁一样，无法度继续行。彼得嘛伫咧即个即个彼得前书内面，伊嘛有讲起着讲即个有清白的良心，通伫咧恁受侮辱的时，互遐个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感觉见效。伫咧华语的圣经内面讲，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伫咧华语的即个所在，伊的翻译一个真特别的，伊讲迄个，互遐个凌辱恁的，伫基督内面有好品行的人，也就是讲，咱诚做一个基督徒，结果咱犹原伫迄个所在不断伫遐来讲掠做家己是有好品行，结果伫遐来凌辱别人，伫遐来诽谤别人的时阵，伊会因为即个无愧的良心来互伊至到见效。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有一个安尼讲无愧的，也是讲清白的一个良心，互咱会通行伫死正的道路顶面。搁过来。迄个什么是叫做无伪的信心？也就是讲无有虚假的疼。保罗伫咧提摩太伊伫咧提摩太迄个前书第1章内面，伊遐伫遐讲了，伊伫遐强调迄个讲迄个纯真的信心就是安那？是迄种安尼讲是无有虚假，即个信心是无有虚假，甲着即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4章20节内面，伊伫遐讲着讲安那？讲若有人讲我疼上帝，毋过伫遐怨恨兄弟，也是姊妹，伊是白贼，因为无疼有看到兄弟，也是姊妹，哪会疼迄个无看到的上帝？后来伫咧雅各书的第2章的14节内面，嘛共款有讲起着讲兄弟姊妹啊。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检会救伊嘛？伫即个所在，到底这是咧讲什么款的代志？真侪人讲批评雅各书，伫遐讲即个雅各书，因为保罗讲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雅各书要我们要用行为称义，真的是这样子吗？刚好不是，那是我们对圣经的误解。雅各书伫咧即个所在讲真清楚的，就是你一个
你真做一个听主的人，你一个讲你是有信主的人，安尼你应该伫咧信主了后，你爱活出应该有的行为啊。也就是讲，你若确实你无活出应该活出迄款的行为的时阵，安尼真实的，你毋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阵，你应该有迄个正确的、合宜的迄款的行为来行出来，互人看见，互人来，互主的名来得到荣光感谢。伫咧雅各书第2章的另外1节26节遐讲着讲。啥意？讲身躯无气是死的，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伫即个所在共款，拢是咧讲起着，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迄款的香味。你若无迄款的香味的时阵，你讲你是基督徒，安尼主讲迄是白菜。所以，伫即个所在，互咱会通伫遐互相呼应，伫遐讲，你诚做一个咱讲叫做迄个无为的信心，迄是一个无有虚假的听，毋是干那嘴咧讲，爱有行为行出来。所以基督徒的听是一个什物款的听？是对信心所发出来，对人的听嘛是对对上帝的听来出发。迄款的虚假的听，的确会显出。迄款的虚假的信心，所以保罗伊伫遐特别伫遐来吩咐着提摩太，应该将即个听来教导互遐所有的遮个有所的遮个教会人，教导因爱着应该用着即个清气的心，甲着即个清白的良心，甲着纯真的即个信心，才会通将即个听来实现出来。所以，当咱伫遐咧讲着，咱着应该用心来听上帝的迄个的选择的时阵，咱是用着心来安尼发出，是伫遐来安尼是迄种单纯佫无复杂的迄款动机用脑是对脑来发出，迄个是真复杂佫无单纯，甚至有可能有无好的动机。但是若用心听耶稣的人，伊的眼中只有耶稣。当咱会通想象讲，伫咧圣经内面记载着，当玛利亚伫遐咧摕着迄个香油伫遐来行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阵，伊并无伫迄个所在伫遐来伫遐来安尼注望，用注神，也是讲伫遐看重别人对伊的眼光。伊伫咧中间，伊只有伫遐看重迄个。安尼，伊嘛无伫遐看重迄个香油偌宝贵，伊只有伊的眼中，只有即个时阵，伊只有干那看见耶稣。伊心内无有其他目的，伊简单只有干那一心要来听耶稣，伊只有干那想要献上香油来抹耶稣。所以伊无安尼讲，伊会通安尼不顾一切，伊安尼摕着即个香油。来抹耶稣的骹，佫毋难呢，佫用着伊的头毛来抹耶稣的骹。反正耶稣伊身边的即个犹大，咱会通看见，当即个玛利亚伫遐咧用着即个香膏伫遐咧抹耶稣的时阵，即个犹大伊怎样伫遐来看即件代志？伊用着伊的头脑，伊伫遐来看玛利亚的行动，伊伫遐来判断。即件代志到底是有价值，是无价值？伊看见的毋是耶稣的坎伫无，伊乃是看到即个香油安尼被拍算去。当咱用心伫遐听耶稣的时阵，咱就要看见耶稣的价值，那毋是看见咱所爱牺牲的迄款的价值。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教导咱讲安怎？伊伫咧马太福音内面讲安怎？伊讲迄个清气心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看见上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伫咧即个龙主回头即个故事内面，龙主的即个老爸看见伊5万久久的即个细汉后生会通紧紧来转来。当伊安尼看见即个安尼真落魄的即个细汉囝转来时阵，伊动了自心，就安尼赶紧走去
甲伊安怎甲伊揽呢？佮直直甲伊浸。即个老爸的揽，佮着即个浸，拢总是对伊的心所发出来，是出伫咧迄个疼，无有其他的动机。单纯是因为迄个老爸对囝安尼迄款的疼，至到伊会通就看见伊迄个真落魄的囝，佮伫遐安尼真单纯安尼动了自心，就要紧的赶紧走去甲咧，去甲安尼甲伊揽咧，直直甲浸，互伊袂受到任何的伤害。因为即个囝伊过去伫咧老爸在生的时阵就来老爸来讨即个财产，这伫咧当时的人来讲，迄那亲像是咧咒诅伊的老爸赶紧死共款。所以，若是安尼迄个行为是照理讲，伫咧迄当时应该是要用石头甲钉好死的。所以老爸看见伊即个细汉囝已经转来，已经远转来，伊就要赶紧的走去，是安怎赶紧走去？无伫咧即个。要转来到厝的路就已经去互人用石头甲钉死啊！所以老爸赶紧甲走去，紧甲揽咧，佮直直甲浸来证明讲这是我的囝。伊是出伫咧迄款安尼动了诛心无有任何的迄个想法，无用到伊的头脑，伊安尼独用到伊的心伫遐，要为着要来疼即个囝，要来恢复即个囝伊的身份。甚至佫为着即个囝来伫遐来摆设宴席，这一切拢是老爸对着即个细汉囝的行动，拢是出伫一个真单纯的动机，就是因为疼。病仔共款拢是真，结果咱若是会通，若毋是对心发出，迄个结果拢会无相像。咱知影。出卖耶稣的犹大，嘛是甲耶稣安尼争喙伫迄中间，但是即个犹大伊的争喙是大声计划好的，为用即个记号来出卖耶稣，互人知影讲倒一位就是耶稣，是为着要出卖耶稣，伊用脑去安尼迄个去争喙，诚做卖耶稣的迄款的记号。结果落尾手就是毁灭伊的一生。用心是单纯的，是出伫咧咱内心的一个行为。亲像讲，上帝爱咱尊叹伊的话，要怎样用心来尊叹上帝的话？就是咱单纯因为疼上帝，愿意将上帝的话来甲伊行出来。咱无需要诚做神学家，也是迄个圣经学家。咱无需要看真济的遮个注释书，也是遮个翻译的册，来也是讲迄落注解等等遮个。咱就会通来尊叹上帝话，嘛无需要等着家己已经安尼读捌圣经，才来开始尊叹上帝话。用心尊叹上帝话是真单纯的，就是上帝讲啥物的，咱就做啥物货，无其他的动机，甲着任何企图，单纯是出伫咱要听上帝迄款安尼的缘故。每一个人只要用心，拢会通尊叹上帝话。用心是单纯的，用脑就非常复杂。若是咱用着脑来尊叹上帝话，就会变甲安尼真复杂，佫带互人侪侪的压力，甲着即个重担。亲像咱会通知影，安尼耶稣伫咧伊咧传福音的过程内面，接避的即个法利赛人，即个法利赛人因为因骄傲，靠家己，为着要互人伫咧安尼。或者以色列人伫遐来尊叹上帝话，就设下侪侪的遮个条例，甲着遮个传统。教士人就应该安尼来遵行、来遵守。法利赛人伊伫遐用脑将尊叹上帝话，甲伊变甲非常复杂。伫迄个所在，甚至歪巧了上帝的即个话语的意思。
家己掠做已经家己拢知影，其实是毋知影。掠做已经拢总做到，事实上是完全是做袂到。煞来递到，互耶稣来甲伊责备。上帝话毋是等到咱安尼感觉讲咱已经安尼捌到安尼已经捌啦才来去尊坛。乃是咱伫咧尊坛的中间哪来哪明白上帝话语？爱用脑来尊坛上帝话是复杂的，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去尊坛的。而且会带互人压力甲烦恼。若是用心来尊崇上帝的话，是简单的。每一个人拢会通安尼伫迄个所在来尊崇，而且伫迄尊崇的中间，咱要经历上帝的迄款的带领，甲上帝的恩惠甚至带来侪的喜乐。咱并毋是伫遐来否定讲即个研读圣经的迄个重要性，但是咱迄个强调研经毋通停留伫咧只有干那用脑来伫遐来分析即个经文内面的意思，结果迄个实际上研经的迄个目的，咱煞来甲伊拍无去。咱研读圣经的目的，应该是要明白上帝心意了，咱有法度确实来安尼去尊崇，这才是研经的上重要的目的。毋是干那读去一堆了解一堆，结果咱实际上行袂出来。耶稣爱咱谦卑，亲像这囡仔共款，甚至应该讲谦卑，亲像婴仔共款。婴仔啥物货拢毋知影，你互伊食啥物货，伊就食啥物货。但是伊却是安尼来得到安尼渐渐来得到大汉。但是咱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个婴仔，伊伫迄个所在，因为咱的遮做老爸做老母，用到遮真营养的物件，因就来安尼得到长大。所以伫咧咱安尼有当时咱讲伫咧无所不知无所毋知无所袂话上帝面前的头前，咱应该亲像迄个婴仔共款，咱啥物货拢毋知，咱安尼啥物货拢袂晓。上帝依旧施恩赐福互咱，咱着靠着咱的上帝，咱就啥物货拢知；靠着上帝，咱就啥物货拢会。所以咱会通看见安尼来，咱也会用小可一个小小的总结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讲，即个一个信心的迄个三部曲，就是伫咧伫人所做袂到的，毋过上帝逐项拢会。伫咱若会信，有信的人逐项拢会。过来，伫咧我靠使咱气力的即个基督的内面，咱有气力会通来安尼克服逐款的境遇。所以耶稣要求咱用着一个真单纯的心，为着要伫迄个所在，互咱会通看见看见咱的主对上帝单纯，而且佫用着心的人，要的确来看见上帝，佫明白伊伫咧出伫咱内心的迄个行动，是一种的享受，是喜乐的，是出伫咧咱内心的行动。当咱用着咱的心来安尼出伫咱的心的时阵，咱就要安尼有满满的欢喜，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满满。当咱用着脑的时阵，咱就烦恼，咱就要失去祝福。顾虑伤济，财物伤济，责任伤重，会互人用脑产生烦恼，煞来伫遐滴到咱的骹步，连一步都拢踏袂出去。当上帝的约柜对伫即个迄个外邦人的营来重新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即段经文，
第2段经文的时阵，大卫甲着所有遮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用着一个真欢喜的心甲着欢喜大声，甲着扫甲将上帝约柜来赶转来。当伊伫遐咧讲的时阵，即个一个真值得欢喜庆祝的即个场合，你会通发现讲，伫咧即个中间，并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共款的感受。大卫伊用着一个真谦卑，用着单纯，伫遐听上帝的心，伊伫遐伊伫遐跳舞伊伫耶和华面前伫遐尽力伫遐跳舞。当伊用心伫遐咧跳舞的时阵，伊无伫遐来注意着别人的眼光，伊嘛袂伫遐看重讲我是一个王的位分。伊一心简单为着耶和华来伫遐来欢喜。但是咧，伫咧即个中间，却有一个人，伊徛伫咧即个迄个窗仔门边，窗仔边伫遐来看大卫的所有行为，就是伊的某米甲。扫罗的查某囝米甲，伊的心强是安尼，伊的心内无安尼讲啦，心内无有欢喜的迄个气氛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感染。反倒伊的心看轻大卫，为虾米呢？因为伊骄傲，伊伫遐来用脑，伫遐来看大卫，伫遐来判断大卫伊的所有一切遮的行为。伊伫迄个所在，伫遐来看轻伊无法度了解大卫为虾米着应该，伊着需要伫咧迄个众人的面前，伫遐来安尼，伫遐来雕跳，伫遐用着遐尔粗俗卑贱的迄个行为。伊伫遐感觉到大卫的行为是无合宜的。到底什么人才是上帝所欢喜的？大卫伫咧即个上帝面前，伫遐尽力看无家己，落尾却是得到即个尊贵荣光。但是咱若去看即个撒母耳下卷第6章的上落尾，咱就会通看见米甲伫咧中间。因为伊看轻大卫，落尾伊到死的时阵，无有生囝儿。原底本底高高在上的一个公主，甚至会晓讲落尾就是一个王后。到尾则因为无法度生囝，直到则变成做降做卑微，直到见效。咱若看即个撒母耳下卷第7章，咱就会通看见上帝来煞接，就上帝祝福着即个大卫。迄个伊讲安那，讲你的家甲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伫你的面前，你的国位也要坚固到永远。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咱就通看见。当咱安尼上帝伊爱咱亲像大卫共款，爱出伫咧迄个内心，伫遐来尊叹主伊的话语，来伫遐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所以用心，咱就会通欢喜，的确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当咱用脑的时阵呢，咱就会致到烦恼，要失去所有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咱，咱就应该时常来问咱家己：咱对上帝敢有一个真单纯的心嘛？咱敢有悠远安尼欢喜来顺叹着咱的主？是因为咱顾虑伤济，财物伤济，责任伤济，重安尼，遮个责任伤重，煞互咱伫咧。咱的不管是伫咧咱的教会内面也好，伫咱的生活也好，伫咱的所有的一切行道顶面，咱顾虑伤济，安尼财物伤济，致到咱无法度亲像以色列人，因伫咧要过约旦河的时阵，才会祭司安尼扛着约柜，踏出迄个信心的一步，咱就会通安尼过咱。迄个信心的即个约旦河，
咱因为常常用着脑伫遐来看代志，对代志有咱侪咱家己的一个标准看法，对人迄落有家己的侪期待。却因为这个代志也好，人也好，无法度达到咱家己的迄个标准甲期待的时阵，咱就安怎会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生气，咱伫遐来失望，咱伫遐来无欢喜，无法度喜乐。咱对人无应该有遐尔大的期待，但是咱对上帝却是应该爱有迄个充满了侪的愿望。因为伊才是值得咱用着咱的心来去尊叹的，咱就应该开始来学习，用着咱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来伫遐来享受上帝的疼，用心来感谢上帝的恩典，来表达咱对上帝迄款的疼。相信咱所有一切发生伫咱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项代志，临到伫咱身上的遮个所有的遮个人，也是事物，也是遮个物件，拢是上好的，拢是上适合伫咱的。因为要成做上帝伫咧咱的身上一个真美好的意思，甲着伊的计划伫咱的身上。愿主伊亲自来引带咱。互咱会通不断伫遐来经历着主的恩惠，互咱不断会通经历着主伊的同在，甲着伊的引带。特别是咱今仔日伫咧要搁来补选不足额2名职事，搁一届重新来唤起，咱会通用着咱的心来体会上帝的心意。啥物货才是适合的人选，是应该是主伊所欢喜的，过来咧是会通利益伫主的教会，毋是用着咱家己的想法、咱的看法，甚至是人对咱讲啥物话，咱只有独用着感谢，用着安尼迄个顺服的心，伫迄个所在不断伫遐来体会上帝的心意，咱来安尼做出迄个正确的选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用到一个真单纯的心来回应主你，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互主你的名来得到更较大的荣光。但求主你怜悯阮，帮助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拢全部做出佢的圣名，阿门。伫咧咱还袂迄落唱回应诗进前，同款牧师有3个题目，互咱伫咱周间，咱会通好来想。耶稣互咱一个新的命令，就是爱咱彼此伫遐来相听。咱应该用着倒3个方面的反应来去判断，咱敢有用心来去听咱的主。第二个是为虾米上帝的话毋是？安尼等到咱拢总捌了后，咱才去遵行。咱是爱伫咱咧尊谈的即个过程内面，咱会哪来来认捌上帝话语。咱敢有用着一个真单纯的心来听耶稣。第三就是为虾米咱着爱用心就会安尼欢喜会得到祝福。当咱用脑的时阵，咱抵到咱就会烦恼。咱要失去祝福，咱会通好来去想伫即礼拜中间，咱会通好来去真想或者个问题会通帮助咱，搁过来咱会通活出一个真单纯的信仰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式。以上。这是咱来吟回应诗，圣诗444首，主你表明何等清楚，吟全首，请起立。
感恩的心来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佮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气力甲生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万事，他愿感谢你，好你极大阳光，我是什么，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囝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长离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张淑芬甲建明执事。
求较艰难的事，总是你对阮讲，即世界有苦难，伫我内面有平安。求阮帮助阮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会当来信靠你。嘛，求主帮助阮，对每一工拢会当活出你的款式。主啊，阮知，阮的所有是你所赏赐，阮的安尼奉献是出于你的恩典。当阮将你所赏赐的献互你，望你感纳，安尼感谢祈祷是靠求主耶稣的名。阿门。较济。这是咱来迎新报告。咱今仔先欢迎谢碧如姊妹来到今仔来做礼拜。好久不见，希望碧如以后常常可以让我们看到。碧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感谢主，在神的爱中才有真正的平安，这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神。欢迎碧如再回来。我们现在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今仔是11奉献主日，在会中咱要举行第2次会友和会合堂礼拜，要办理后日的即事不作业的2位的牧师，来补选。搁有宜兰县迄个祈祷早餐会，因为即个早餐会办完的中级会，咱的培训要改做12月14日，就是星期六早起9点。第二，本主日是咱教会的年度查账，家国团体准备今年度1月到10月原始凭证、现金簿以及分类账，交予查账员美珍长老以及方美珍姊妹。第三，后主日是祈祷会的主日，祈祷会要派宜兰教会真英节长老来到本会
圣经的事工来关心大道甲服务。第四，咱的野外礼拜今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取消。有交报名费的兄弟，请你摕着收据，会使甲干事领即个退报名费。第五，咱圣诞节开放兄弟来登记，会使来送亲友。有2种的选项，第一就是教会公布的，是用每盒两袋，一盒25块。咱的登记是你12月19会使来领，所以爱提早来甲登记吼，甲请通知干事。第二个一个小项就是那个圣诞红饼糕，迄是伫台中买，咱会使伫12月初10以前用干事来登记。第六，咱的今年度的圣诞系列活动，全部拢总有10个小项。第一、甲第二、第三拢是属于11月份的，第四开始是12月份的，大家会使详细来过目。具体消息就是明仔载15号星期一，伫个济南教会信息中会要召开第71届第1摆中会议会，林牧师、甲房主任、甲方明姐会代表教会来参会。啊，搁第2项是11月16日，伫个罗东教会南阳区要召开2021年第5摆聚会，咱牧师要代表参会。第三，11月18星期四暗时6点到9点半，基督徒联导会要举行圣诞月活动，溪北教会牧者同工协调会，牧师要代表来参加。第四，11月20星期六早时8点到9点半，伫中心文创园区戏棚下举行第13届宜兰县祈祷早餐会。要报名的人爱甲干事来登记。伫个15号，尽速报名吼。然后呢，截止因为这个是属于线上那个开放的啦吼，线上开放，所以我们要跟干事先报名。第五，24号星期三晚上8点到8点40，宜兰县基督徒联导会的圣诞月陪谈跟进，要举办线上陪谈跟进训练，所以有意愿要参加的兄弟，爱向干事来登记统一报名来上课。时间到的时会传送上课会议连结给有报名的兄弟。第六，11月28号星期日下午2点到5点，伫宜兰教会南阳区要举行信徒造就会，讲员是黄荣义牧师，伊的主题是情绪、灵魂的呐喊，爱，请不要勒索我。欢迎兄弟来自由参加。这牧师非常有经验，阁有真好理论吼，阁有真济会使互咱来增加咱的情绪管理。大多事项，咱你会使看副会函，啊，注意事项，咱请大家来看。啊，搁另外，咱会看下周下一周的服饰的同工，请预备心。还有会计报告，咱大家来过目。若是有啥物重大，咱会用干事来来修改。下面咱就要来举行第2摆的补选，咱甲时间交互牧师。伫咧还未补选之前，搁一摆提醒吼，咱即个基督徒第13届宜兰县祈祷早餐会吼，伊是有实体跟线上吼，来说明清楚，有实体的部分，实体是总共400人，吼，400个人，线顶的部分吼，就无限制，即个报名到伫明仔载吼。所以，若有要去参加的兄弟，特别你有要去实体的，一定爱报名吼。
过来就是伫咧头仔咱的即个报告，即个集体消息的第5项的部分吼。因为咱即届迄个规个基督徒联祷会即个圣诞月即个活动内面有几遍会有迄个呼召的部分。咱旧年有几位的兄弟有参与伫咧即个服侍，搁一届邀请咱会用搁较侪兄弟同齐来参与吼。那伊即届即个迄个大会有要求吼，你若无参加即个陪谈训练的人，当日无法度发那个陪谈证给你吼。就讲你到时阵爱有迄个证明，你才会使去吼。因为无经过即个陪谈训练吼，毋知影到底应该安怎做，递到后壁会造成后壁无必要的混乱。所以请咱的兄弟你若即个时间都合会好势，伫咧咱头前遮已经有咱总共有即个系列活动的即个10项内面有写着咱教会用参与即个迄个呼召后的陪谈跟进的即个部分呢，时间都合你若会好势麻烦来干事来安尼登记吼，咱要统一来伫咧即个线顶来上课吼，互安尼即个会通互更较侪人，因为即摆逐个人拢足无闲的吼，要甲逐个人叫喊来足困难的，规矩吼。怎样用线上的会议的方式来上课？时间敢若40分钟吼，所以请咱来把因为这是后礼拜3吼要上课，24号吼，所以请咱注意这个时间毋通袂记哩。以上的补充报告，这是咱要来开始要来召开第2次的即个临时会员合会来补选咱不作业的职事的2名的部分所以咱来请迄个咱的小会书记毕光长老来点名，嘛请咱的遮个服侍人员来帮忙来将即个咱的迄个白板甲椅子吼来甲伊调那个移动一下。大家平安。平安。跟大家报告吼，咱这个目前吼不可抗力是20名吼，应该出席咱总共133名吼，所以应该出席的是113吼，113。那成会所咱的成会是57名吼，目前请假有1个吼。所以我刷着我来点名吼，有来，请你打右，好不好？那个桌子在那边。尤佩瑜，好，谢谢。何丽玉，王颖秀，王颖秀，王振宇，甘宪明，朱林夏妹，好，谢谢。朱志伟，江树明，大家唔通点了走去哦。即摆个礼拜当中吼，无人咪无行为就判处理吼。江树明，注意上面，注意。何明珠，潘国斌，好，谢谢。潘嘉玲，吴明达。不
王娟慧、吴奇玉、吴承安、阮玲雅、吴秀和、庄芳梅、吴邦俊、吴美娥、吴梦泽、吴延卫、吴国华、陈佩璇、吕朝金、吕李桂花、李瑞雄、拿那个武素锦来插着，去跟李恩心、李恩仪、李恩清、李明芳、啊？现在还是不在，还是算在不啊？潘家军、李淑慧、有哈，不是因为我现在白板挡到看不到。蔡美金，可以了吗？蔡美金，插着就可以了。李玉祥，吴颖珍，那个不用，那个木板不用，那个木板条不用。李三妙，这样就可以了，李三妙，洪鹤林，李正传，林兆植，林春雅，何恒毅，何子毅，林伯奇，林立明，林淑娟，林美玉，林爱玲，林家珍，林家军，林泽熙，林耀熙，黄碧珍，林永雪，邱白恩，徐银莲，张淑芬，张步慈，江玉婷，张秋米，庄宏顺，赖碧爱，好，庄胜勋，徐伟，庄胜伟，
庄胜维、庄胜维、许甘言、许甘言、许甘言、刘居里、郭朝清、郭朝清、郭朝清、陈文南、陈金瑜、陈金瑜、陈金瑜、陈清慧，有。哎呦哈，可以大声一点点。对，陈慧丽、陈世烈、陈晨阳、陈晨阳、陈晨阳、陈立淑、陈林珠、陈林珠、陈林珠、陆仁杰、陆仁杰、陆仁杰、林立文、林立文、林立文、陆新佑、陆新佑、陆新佑、梁义富、梁义富、梁义富、庄金菊、庄金菊、庄金菊、郑美珍、曾正公、廖淑娟、曾新平、曾新培、曾正论、张玉金、曾碧光、有李琼娥、曾子祥、曾子祥、曾子祥、曾建民、陈青青、陈青青没来好，尤其章、王丽华、尤丽慧、冯玲慧、温慧芝、黄珠、林淑静、林淑静、林淑静、邓依云、郑松芝、郑松芝、郑松芝、薛清、薛文哲、方美珍、庄淑华、韩庆业、韩怡锦、简秀梅、简明德、简明德、简明德、魏庄训。还有那个有两个，敢有人的名无去点着？林永亮，过来，个静飞姐吼。好，安尼我更正哈，所以我们不可抗力18名，本来是20名哈，现在变18名。应出席是115，所以晨会人数是要58名啊，晨会人数要58名。
那目前点名哈，我们晨会人数58，出席人数75名，75名。好，来，安尼咱有盛会，所以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这个时阵，我要搁一届来召开阮第2遍的临时会员好会，来补选阮不作业的2名的执事的名额。愿你的神甲阮相合伫地。主你圣神亲自来感动阮的心，互阮明白主你的心意，来选出合你所使用的器皿，成做主你教会的祝福。互你的教会会通伫即个社区伫你的国度成做真重要的器皿，会通互侪人来得到对主你来的祝福。愿你亲自伫阮中间掌权作王，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基督圣名，阿免。好，那咱要发票之前有几件事情要跟各位来说明，就是咱今仔日游园要邀请到即个社青团契。来遮唱票甲检票遮个时间请青少年团契来做即个计票的即个部分的协助，搁另外嘛要请迄个陈慧丽长老来做即个检票的部分因为拄好伊已经准备要退任所以互伊来，安尼是上正确的搁来也要来征求大家人的同意，就是咱总共会有3届的选举，3届选举。如果咱第二遍的选举，迄个2名的执事抑阁无法度选出来的时阵，咱要第3遍的选举的时阵，要用第2遍迄个安尼不作业不作业的2倍。不作业的2倍就是未当选的不足额2名迄个2倍的人数来做这个第3次选举的候选人，听有意思哦？有咱就有同意的请举手。好，多谢。咱今仔日干那要选2个所以你毋好扣3个你若扣3个，伊就变废票你会使2名以内，2名以内你可以圈选2名以内但不能超过2名可以包括2名咱其他会通安尼一摆就甲选出来。好，咱发票75张，即时要来发票，你若是会员，请你就小可甲发票的人举一个手咧，来，吴孟哲弟兄是不是有来？吴孟哲弟兄，来，孟哲是不是有来？吴孟哲弟兄，好，请尽量都进来里面好，吴孟哲弟兄，那我们更正因为刚刚吴孟哲弟兄是点名的时候不在
所以会加1张选票，76张哈，76张。咱要选2名吼，两名。我还没拿。我在后面。到齐了。咱即马总共发76张出去，但是头早有人无点到名，有摕到票。各位，这你有摕到2张的无？有没有人2张夹在一起？因为现在有1个人没有拿到票。我们先不要收票，哈。因为有人没有拿到票。还是有人刚刚有那个没有点到名的，或者是你没有点到名的，有没有？你刚刚临时来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选票数要调整。那个民方后来有进来吗？所以民方有算吗？民方没有算。民方没有算是76位，所以我们发出去76张，但是有人没有拿到票。你要搁点你。来，我没有到的，我再念一次哈。我没有到的，我念一次哈。王颖秀、王振宇、江树敏、潘国斌、潘嘉玲、吴奇玉、吴延卫、李明芳、蔡美金、李三妙、洪鹤林、李正传、林伯奇、林立明、邱白恩、张步慈、江玉婷、张秋敏、徐伟、庄胜维、许甘言、郭朝清、陈金瑜、陈晨阳、陈立淑。不是陈晨阳，不好意思，陈林珠，再来陆仁杰、林立文、陆新佑、梁毅，怎么了？因为有一个人没有会，没有会其实不能领票的哈，所以这一张我们就。不能算，重新拿1张新的，好不好？来，那这样就对了。他们都拿到了吗？拿到了。没有拿到准备的人数。好，OK，那边有请大家要边的，都拿到票了。好，那就。
对。来，咱即届发票76张，收票76张。咱即届当选吼，当选的最迄落就是爱有39票，吼，爱有39票才有当选吼。好，即时咱要来开始准备要来抢票。31号一票，37号一票。速度慢一点，速度慢一点。31号一票啊，31一票，37号一票，30号一票，35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36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30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30号一票，39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31一票，35号一票。31号一票，35号一票，17号一票，31号一票，4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44号一票，36号一票，26号一票，17号一票，26号一票，41号一票。43号一票，8号一票，26号一票，7号一票，33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4号一票，22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43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30号一票，13号一票，2号一票
31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45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38号一票，45号一票，9号一票，48号一票，8号一票，17号一票，2号一票，47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31号一票，41号一票，31号一票，39号一票，22号一票，43号一票，17号一票，41号一票，31号一票，37号一票，17号一票，31号一票，31号一票，47号一票，30号一票，47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7号一票，37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废票1张。17号一票，26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50号一票，36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废票1张。17号一票，30号一票，13号一票，39号一票，13号一票，37号一票，12号一票，44号一票，31号一票，39号一票，13号一票，33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44号一票，24号一票，31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39号一票，17号一票，39号一票，17号一票
22号1票。电脑那边比对一下，2号2票。好。2号2票。7号1票。8号2票。9号1票。12号16票，13号24票，14号2票，17号20票，22号3票，24号1票，26号4票，30号6票，31号15票，33号2票，35号3票，36号3票，37号4票。38号1票，39号6票，41号3票，43号4票，44号17票，45号2票，47号3票，48号1票，50号1票，废票2张。拢无过半吼，所以咱要来进行那个第2次的选举。有那个谁，曾子祥跟我请教。目前哈，稍微说明一下哈。咱伫咱的选举内面吼，你若是无请假当选是无效哈。那目前有跟我们那个请假的，就只有冯燕云跟曾子祥2位哈。那个有请假，其他的如果没有请假啊，当选的话是无效。好，这是咱按照我们的选举规则。好，这时要来发票。照好了。可以擦了，可以擦了。
好，准备来发票哈，发票76票。5万。还有谁没有拿到？刚刚有人无摕到选票。请问谁没有拿到选票？薛青回去。现在选票还多一张。薛青回去。好，那薛青姊妹回去哈。好，所以就是发出去76哈，那10发75张，10发75张，所以我们收回来1张哈。咱头拄发票7610发收回1张，所以10发75。我们的那个当选最低门槛是38。
好。来，咱总共发票75张，收回75张。这时要准备要来唱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来，请安静好吗？请安静。13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7号一票，22号一票，17号一票，43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22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37号一票，38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45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2号一票，47号一票，17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35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44号一票
17号一票，31号一票，38号一票，41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17号一票，12号一票，17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3号一票，31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31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22号一票，47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22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3号一票，44号一票，12号一票，13号一票，17号一票，44号一票。来，咱来核对，电脑核对。2号一票。等一下哦，等一下哦。2号，来，安静好吗？2号一票。12号18票。13号43票。17号30票。22号4票。31号12票，35号1票，37号1票，38号2票，41号1票，43号1票，44号32票，45号1票，47号2票。好，咱恭喜李恩清。伫咧第2轮有当选哈，过来，咱要针对不足额的部分哈，来那个最高票的2位，44号曾子祥跟17号吴颖珍，这2位来选1位。不足额的最高票2个来选1位。这嘛是75。对，那个这个纸撤掉用写的比较快，纸撤掉用写的。
17号吴颖珍跟44号曾子祥。好，来准备发票。我们现在总共要发出75张票。2选1号，17跟44，2选1，只能选扣一个哦，扣2个就退票哦。只能圈一个哦，只能圈一个，只能圈一个哦。17跟44圈一个哦。这2个以外的都是汇票，因为我们有经过大家同意哈，大家就是只能以这2个名单选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去勾到别的那个就变汇票。又多一张，又谁没有？又谁先走了呀？好，没关系，学青的已经扣掉了。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票的？有人无摕到票的无？赶紧哦，啊无这个就要收回来。好，收回来。好，咱即马这上花74。所以还是75。咱即摆共款是礼拜吼，咱即摆共款还阁是礼拜吼，所以请毋好离开。
好，咱发票75票，收票75票，花票75票，收票75票。这是要来开始唱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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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无效票1张，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无效票1张。应该说空白票。17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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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空白票1张，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44号1票，17号1票，17号1票。
刚好过，多好。好，那个电脑跟那个都一样哈。OK。好，咱伫咧第3遍的选举，咱选出那个曾子祥，吼，38票当选，吼，好，安尼咱感谢主，咱真顺利来选出咱不作业的这数2名。来，咱来甲迄个拍照完了以后就移除。在这边，从这边，安尼去就卡。就影这咱伫祝福公道以前，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请。我要比这个搁较粗俗，家己看做比真。搁一遍。我要比这个搁较粗俗，家己看做比真。还搁有一个版本。我也比更加卑微，自己看为低贱。再一次，我也比更加卑微，自己看为低贱。愿上帝话刻条伫咱的心，咱同心拗头来祈祷。主爱天父，圣诗有一首诗歌，安尼讲。世间众人拢着恬静，天性来到伊的面前，无伫看入世间俗事，逐项恩典伊收束。伫每一个主日，兄弟拢来圣殿敬拜你。上周主日，有一位姊妹已经来到教会大门口，一个无小心伫轮椅顶头跌落来，加在大家赶紧甲扶起来。看伊有这呢疼主的心，无法度行路，坐轮椅嘛要来敬拜主。教会中有老有幼，出看顾一个家的大大细细，出入平安，大家确实彼此相听，也愿意帮助人。有教会诚做这个社区的光明。师不真牧师讲，诚做一个基督徒，爱一手摕圣经，一手摕宝纸，就是爱关心社会国家的代志。阮同心恳求主，保守台湾，阮的国家，互住伫遮的居民真心疼惜这个土地。伫疫情中更加自我节制，服从疫情指挥中心的逐项指示，恳求主，互疫情早日结束，互全世界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全球中还阁有送乡的国家无法度摕到疫苗，求主你来感动有疼心、有能力的国家，提供疫苗来互
选手，请起立，音线请幕前接倒。全能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以你好的意思，助你伫阮今仔日的会中，也来选出阮不作业的2名的执事。主啊，但愿你的圣神亲自来充满伫阮所有新选着或者的新任的长老甲执事，互阮会通搁较够体贴主你的心意，来广阔主你的教会伫即个地区。互侪人，因为阮伫即个所在伫遮教会伫遮徛起，互阮会通诚做一拍光灯来照耀伫即个社区，互侪人来领受对主你来的恩典甲祝福。愿你亲自不断来圣神做工伫阮每一个人的内心，互阮欢喜来顺探主你的旨意，来最好的工伫主你的教会的顶面，互阮毋是干那选出遮的长老甲执事来伫遮做工，乃是阮每一个人拢欢喜，互主你来使用，来顺探主你的旨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送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避讳。